后来，这个海军的军舰引发着群组的感染，即卖上惊就是高达75派无症状者会来将做无定时的炸弹，引发大规模的社区的感染。今天有新增几个地点，其中2间就是离人较侪一中上宽，全台北中南较近官兵行过的所在，警报声响起。 很多确诊的个案检验出来，其实它背后确实还有很多的无症状个案，他可能连咳嗽、打喷嚏的症状都不会出现。我们磐石军舰是一个大家庭。军舰顶悬运动食饭都是密闭空间，病毒到底是有偌高大，想得知。上奇怪所在就是3只远航的军舰感染人数上济，只有半招舰，到底引起过倒？如今也阁是一个谜团。 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他中间出海了，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人家接触啊？研判是有啊，因为他失业出那个 case 没办法解释啊。病原调查断了线，专家唯一会当确认的就是，不管感染源是对国流还是台湾来，验身团报早就开始，因为离这3例进前，就检验到有无症状的台湾者，将互离监队顶悬，军舰的风波敢会变成社区感染？ 咱对国外的案例进一步分析。罗斯福号目前还阁趴定伫关岛。3月时阵，美国军舰罗斯福号顶悬有600个人确诊，台大公卫学医统计，无症状的比率60%左右。一个患者平均会当感染超过6个人。戴高乐号日前传出群聚感染，也阁有法国的戴高乐号，一半的人确诊，无症状比率50%。一个患者会当感染超过5个人。 这回潘石港顶悬337人，无症状的比率差不多75%。这个数字一部分是因为资讯无透明，做歹断定，学者更加担忧。觉得它已经可能可以传到第6波，因为我们照我们的潜伏期来说的话，平均潜伏期大概是6到7天，那它在海上大概漂浮大概超过30天以上，所以如果照这样一波一波传下来的话，事实上是有可能到第5波、第6波的可能性是有的。 第一批确诊的24位搬石港的官兵，主要是20岁到30岁左右，看起来做勇行，亲像陈时中医所讲的活跳跳。专家表示，占卜期的个案会一个一个发病。那在此我代表海军要向我们的社会大众致上我们海军的一个歉意。新冠病毒患者愈来愈多，验身团报的人嘛愈来愈多，甚至唔知影家己发病。而鼻仔内底病毒。 未比当病人更较少，有可能变成是超级传染者。医师讲，这摆军舰验身团报的现象是最重要的研究案例。所以呢，这个通过舰队这样的一个新冠病毒感染这个模型的话，也可以让我们去探查之后，如果在社区感染中的话，我们可能隐藏着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是多少，会让我们比较心里有个底。 军舰官兵放假爬走，如今破口已经形成。如何把危机变成是转机，把风险降到上低？除了防疫第一线人员的努力，民众本身嘛要减少出门，较常洗手嘞，挂嘴罨，保持社交距离，才会当斩断这条隐形传播链。